邊兇猛嘅野狼，一定要打到四肢凌亂，等其他人聞到骨肉嘅血腥，就知道死亡嘅慘痛，以後一定唔敢翻嚟。你錯啦！野狼雖然侵犯我哋五台山嘅菜園，但我哋出家人有好生之德。我哋唔會殺生，只係打傷狼嘅牙。你咁仲係唔啱，你哋只係打傷狼嘅牙，唔去殺死佢哋。啲狼恢復元氣之後，就會聯群結隊嚟侵犯你哋五台山。